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，11月20日開始由黎智英在代表大律師引導自辯，連日嚟嘅自辯都集中喺揾出否認與控罪相關嘅各個環節作供，但係喺引導作供嘅過程，亦揭出黎智英曾經喺香港同外地與不同政客交往。黎智英話，大約8年前認識香港監察創立人 Ben Rogers，2019年10月曾喺倫敦同佢見面，承認會面後捐出2萬英鎊俾對方。佢話唔記得日子，覺得佢做嘅人係有意義同埋支持香港，咁我咪捐錢支持佢。2020年5月，黎智英承認發起一人一信救香港，佢話目的係希望特朗普做啲工作阻止國安法。唔知 Trump 會點阻止 NSL 國安法，只係希望佢會咁做，同中國講停咗 NSL。黎智英又話自己喺 Signal 收過好多機密嘢，包括2020年7月15日國安法生效後，將一個應該係接觸到 Trump 政權嘅人傳嚟美國總統特朗普行政命令嘅訊息，佢再轉傳俾信得過嘅泛民友人何俊仁、李永達及李卓人，形容因為 Signal 好難破解，啲人可以入到 WhatsApp 但入唔到 Signal。另外，辯方就黎智英撰寫涉案4篇煽動文章提問，佢一概否認煽動指控，更認為覺得外國支持香港好重要。如果認為外國發聲就係干預，你可以咁諗。佢又認為開辦英文新聞係俾個機會，去收到美國或者外國人想支持香港人嘅聲音。黎智英話，2019年嘅社會運動一開始係有外國支持。佢曾經喺會議上向張劍虹等表示，英文新聞唔需要平衡報導香港發生嘅事，要報導內地負面消息，唔報導內地好消息，爭取美國讀者為蘋果日報發聲，而成為支持蘋果日報嘅力量。佢又確認黃營嘅立場即係蘋果日報嘅立場睇法，要保護香港人嘅一邊，就即係企喺黃色嘅一邊。喺2019年7月8日，黎智英話自己喺華盛頓獲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見，但表示如果我冇記錯，冇講過任何有關制裁。但辯方展示2019年7月25日蘋果刊登有關佢接受何俊仁節目訪問嘅報導，係有講過制裁香港。黎智英則改口供稱，我或者有咁講過，如果咁寫，但我而家唔記得。另外，喺黎智英與陳子華嘅6次會面提問，當日聆訊過程中，黎智英喺大律師引導提問時9度否認搞國際線，表示佢冇同陳子華傾國際線，亦冇提過要議會線、街頭力量、國際線3者結合，更加話只係希望結合議會線及街頭力量。辯方問及2020年1月黎智英與陳子華、攬炒巴、劉祖迪、李永達夫婦、何俊仁夫婦及已故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夫婦喺台北會面一事，佢承認係佢主動安排。陳子華及攬炒巴在台灣與施明德對話，否認當日會面有談到國際遊說。佢回應法官提問時，佢又再否認安排呢啲人一齊會面同國際線有關聯。有關黎智英自辯嘅聆訊未完，下週繼續。